面對颱風、暴雨同水浸嘅來襲，中小企及早做足應對準備，可以有效減低受災風險同損失。喺颱風及雨季前，預早做好風險評估及適當投保，以減低財務損失。中小企巨災財產保險及資助計劃，保障範圍可覆蓋8號風球或以上、第4級紅色風暴潮或以上、黑色暴雨引致嘅商業財產損失。特區政府透過工商業發展基金，為符合條件嘅中小企提供保費資助。風雨季節來臨前，要及早檢查店內嘅升降台、防洪門、水泵等防浸設備，定期檢查防洪門及防水膠條是否有老化、變形或損壞嘅情況，定期檢查升降台是否順暢運作。當收到風雨警告提示時，要盡早做好準備，防洪門閘板應按照正確次序安裝，同時可配合水泵排水，並利用升降台升高貨物及器材。在颱風及暴雨過後，維護工作同樣重要，防浸設備應在使用後清潔乾淨並妥善保存。防風措施做到足，防浸設備齊用好，巨災保險作後盾，多重保障更安心。